細聲話你知啦。呢一度咧就我第一層買嘅樓。講真啦，我都做咗10幾年地產啦，經過唔同嘅高山低谷、高高低低，有好景唔好景，睇到香港唔同嘅風雨。呢一度咧就我10年前咧第一層買嘅樓，當時咧360幾萬。但係呢一套咧，我係冇靠父母，冇靠朋友，冇做分期，同埋冇買，因為點解留翻俾你嘅？過嚟睇下何文田站上蓋。華懋嘅如一591尺做到2房實廚房，2個洗手間，1個客廁，1個工人廁。呢度仲有做埋工人房俾你。呢度咧就係你嘅餐廳區啦，擺翻6人餐上冇問題。呢邊唔使講啦，梳化一定擺呢邊睇電視。呢度望翻出去睇煙花、睇電視、睇煙花、睇電視。仲有呢個平台可以俾你出邊可以呼吸一下新鮮嘅空氣。有時啲朋友上嚟睇煙花唔夠位咩？過埋呢邊啦。因為呢度係港鐵同埋華懋合作嘅一個項目啦，所以呢度咧係有個直接嘅升降機係去到港鐵嘅大堂，大概行10步就入到地鐵站搭港鐵噶啦。咁呢度大約幾錢？點解話呢度係世界中心點？因為2個站到尖沙咀 Rosewood， 你見 K11 廟先；3個站到 IFC 中環；3個站到 ICC 高鐵站，所以呢個位方便到不得了。當然啦，仲有啲900幾尺嘅山房，同一個座向望翻維港煙花景，有興趣私信我。